我國南沙太平島新建碼頭同燈塔12號舉行完工啟用典禮，對物資運補仲有附近海域航海安全有好大幫助。內政部長陳威仁、海巡署長黃崇義呢啲相關部會官員亦都到場參加，宣示我國主權。南沙太平島新建嘅碼頭同燈塔12號完工啟用，原定馬總統親自主持完工揭牌儀式，不過傳出由於南海情勢緊張，喺美方嘅壓力之下，改由內政部長陳威仁同海巡署長黃崇義登島宣示我國主權。由於12號係我國收復南沙太平島69週年紀念，所以格外有歷史意義。海巡署強調，太平島上新建碼頭同燈塔，除咗有利物資運補之外，對附近海域航海安全亦有所幫助。官員亦都特別飲用島上水井抽取嘅地下水，強調我國太平島係南沙群島之中面積最大嘅自然生成島嶼，同其他國家喺礁岩上填土唔同。政府重申唔容許其他國家否定我國主權，仲有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享有嘅海洋權利。